着做一个化疗做到遐尼啊久着，唔知有啥物问题无？等下郑凯出来，伊人一定足虚弱，足无爽快。人咧讲哦，这做化疗，入去一条命变半条命，伊即马做出来吼，一定人足虚足艰苦的呀。有要紧无？啊，好嘞，大哥，小姐，多谢你吼。郑凯，化疗结束啊，就勇敢嘞。晓得。你叫我姐姐，做化疗的经验，小等我绝对头壳足厉害，所以即马这本身啊绝对要甲传我好势，才会靠实头壳规世界拢是。郑凯，辛苦了。我看你一定足艰苦哦。看这囡仔，伊家己承受遐尼啊大的痛苦，讲的啦，后这破病拢唔讲，到即马到咱知影。郑凯还未公开病情时阵，若是一个人的病伊才受治疗，伫迄段时间，伊爱承受遮尔大的压力甲痛苦，一定感觉足孤单、足寂寞的。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伊，陪伴伊。就算是敢若剩最后一秒钟，我们要甲伊的手牵条条，甲伊做伴。妈，小秋。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托的人是我的。你大家看起来袂输，佮比我较痛苦。大家拢伫唔堪你，啊，你搁有迄个心情哪讲笑亏？看，啊，这摆吐出有较快无？有啊，哦，快活足济。我先休息，我等下这个等下。那啉水无？我倒一杯小酒给你。啊，小秋，没了。小秋，今仔是你哦，成为钟太太的第一天。小等下，我先回来咱家，好啊，甲你这女主人庆祝一下。郑凯，啊，你下暗敢真正要住在遮，我等下找大。妈，我已经甲小秋参详好势啊。今仔新婚之夜，我要留踮遮好好过。也毋过你这化疗拄做煞尔，啊，你甲小秋在遮临时临夜，若是有啥物状况，还是要安怎？妈，你放心，有我伫个，我会好好照顾郑凯。袂用的啦，我是袂放心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今仔日吼，我着留踮咧遮久一暝啊。啊，若是有啥物状况，我嘛通看头看尾啊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去甲恁搅吵着啦。美秀，拄则讲煞尔，新婚之夜呢，你莫要白目好无？你嘛留淡薄时间予迄个少年呢。啊，若真正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以小秋的个性，一定足要紧随卡互咱，啊，咱才来就好啊。毋过啥啦？赢了来转啦。小秋啊，快，我随个带走，袂甲恁搅吵着，行。我还有话要甲郑凯讲啦。两个讲较袂呢，行。